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K 啦，黃彩瑩。咁咧，我係 Rugby 嘅 player， 同時我有一個 Rugby 教練，同埋我都係一間波衫公司啊 Unite Teamwear 嘅 co 老細啦。我由18歲開始打籃球嘅，咁我本身其實係打籃球啦同游水嘅，咁我想揾樣新嘅運動玩，咁我就行下呢個維園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呢個成人訓練班，咁我就走咗入去就報名咁樣啦，然後我就開始咗打籃球啦。打咗籃球咧就15年啦，咁我而家就打緊華利籃球會啦，除咗打 tackle 之外咧，仲有打 touch 啦，同埋有打 tag 嘅 rugby 咧，係分呢3種嘅，咁我3種都有去玩咁樣。我畢咗業之後，我就去咗一間燈光設計公司度做嘢嘅。之後我要打世界盃，決定辭職去打波啦。咁打完波翻嚟之後咧，我就決定繼續教波，就一路做我啲職業。呢幾年咧，尤其是我真係好似每一刻都係掂住個籃球嘅。可能有幾個月係甚至係由早到晚，其實我都冇放低嗰個籃球，放低咗個籃球教波啦。跟住翻到屋企做嘢嘅時候，可能都係同籃球嘅嘢有關，都係公司都係做緊籃球衫啊、籃球褲啊、服裝上嘅嘢。點解啊？咁可能係。真係好中意咯，因為呢件事令到我好開心咯。咁我喺2018年咧就代表個 Tag Rugby 啦，就係去過澳洲度打比賽啦。咁仲有另外一個就係2023年我都代表個 Tag Rugby 就去過愛爾蘭打世界盃呢樣嘢咯。第一年去嘅時候都係抱住見識同埋去睇下外國嘅人打 Tag Rugby 係點樣咯。咁第二次嘅時候咧就相對上咧比較多訓練啦，同埋大規模啲有選拔啊咁去做，然之後就去一齊去打嗰個比賽咁樣咯。件事比較 formal 啲啦，咁就好似真係代表香港咁一大班人有晒又着件衫嘅，又有區旗，代表緊呢個地方咁樣去比賽，去俾大家見到我哋係點樣打波嘅都係，因為未試過經歷一個咁大嘅比賽啦，喺香港嚟講 tag 就比較細嘅，咁我通常都係圍內打咁樣。去到外國嘅時候就會覺得哇，原來大家水平都係去爭，可能有啲遠，佢哋都主動去同你做朋友，同你交流咁樣咯。咁最有趣嘅part 就係我哋原來打完個比賽之後，啲人就係攞住一大堆唔同嘅波衫，然之後就交換。香港就冇呢個文化啦，係啦，壓力就冇嘅，因為都知道咁香港就發展係呢幾年嘅，咁所以咧就盡咗力，我哋嘅目標贏到一場比賽都已經好開心係。做球員就係你開心就得咯，你中意做乜都可以啦，唔需要諗咁多嘢，因為你自己做啫嘛，咁唔使顧慮咁多。教學生嘅話，你要可能其實唔係就係教波，可能你要教埋佢課堂秩序啊、禮貌啊，甚至係佢同隊友嘅相處啊，你都要去教佢哋咁樣咯，就唔係淨係單單自己打波同自己同隊友相處呢樣嘢咯。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個教練嘅，你俾啲心機去做嗰件事啦，就唔好真係嚟咗就算咁樣咯，即係可以諗多一步，幫學生嚟講係，或者球員嚟講，用心好緊要，我覺得。打 tag 嘅時候咧，第一年世界盃嘅時候咧，我就識咗一個隊友，佢就知道我識 design 嘢嘅，佢又係整波衫嘅，咁最尾就咁我好啊，試下幫佢畫衫咁樣啦，畫下之後就最尾就係變咗一齊去搞一間公司啦，咁而家就係一齊 co-worker 咁樣去做。我哋其實好想就係做一啲高質素嘅波衫啦、波褲啦，令到本地多啲選擇啦。仲有我哋有做啲慈善嘅嘢嘅，咁有時可能有啲慈善團體嚟揾我哋，咁我哋就甚至可以即係送一啲嘢俾佢哋去賣啊，咁樣令到佢哋都會有一啲回饋咁樣咯，都係想籃球可以多啲人接觸啦，例如 tag 帶咁樣，其實冇乜本地公司會做，咁好多 tag 帶可能喺外地要訂翻嚟啦，咁我哋就想試下，其實香港都可以有呢樣嘢去提供，咁可以令到更多人接觸啦。因為 tag 褲唔會個個都買，唔會個個都有，學校買條 tag 帶擺喺度，個個都可以用到，唔使唔同 size， 咁一條 tag 帶已經可以由小學6年班到小1，咁你都可以用到玩到咁樣。我屋企人對呢個籃球係完全零概念，
唔知係咩嚟嘅。除咗我成日撞到成身傷，翻屋企之後佢就話：哇，你搞咩啊？由頭到尾佢哋都冇 stop 過我嘅，就係只不過話：哇，你整到咁樣啦之外咧，係完全唔知係咩嚟嘅。咁就仲成日都講話哦，打籃球啊佢咁樣，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個籃球同欖球嘅音好似，咁對佢哋嚟講好似就係一樣，佢哋根本都唔知係咩係籃球咁樣咯。贏冠軍，因為一隊波一齊做，成功防守啊！因為防守到先可以贏到，fly half，因為係助攻策略成隊波多啲嘅，哇！呢個咁難揀嘅，咁自己打得差係贏波，因為贏波嘛，係啊，開心啲，係啊。做球員，因為打波開心，係啊。做教練好多顧慮，係啊，好多嘢諗，係啊。潛水唔中意行山嘅，因為我哇好難揀啦呢個紅色啦，因為 Fairy 係紅色嘅。哇，兩樣都好緊要喎。運動啦，係啊，因為可以打波唔瞓覺咯，係啊。我覺得打籃球最緊要係咩？身體健康，人冇事就最緊要啦。Tech for All 一開始就可能係10年前，就有一班喺澳洲想過嚟香港住嘅，咁佢哋嗰邊澳洲就成日打 Tech 嘅，開始咗一個 group 出嚟就打 Tech for All 啦，幫助下啲可能平時唔會有得接觸打呢個波嘅人咯。最主要就係呢度係唔會打有衝撞啦，咁就方便啲可能女仔啊，或者啲可能唔係好想整親自己，全部唔同 age 嘅男女啊。唔同 background， 菲律賓人啊，有啲香港人啊，有啲係可能喺外國飛過嚟想打下波咁樣咧，都可以 join 下咯。咁呢個主要都係我哋搞 Tech for All 嘅原因咯。